风台外围环流上北市大雨落超过300毫米，气象署提醒上北市宜兰大水雨会落到拜三。一只杜拜来的飞机伫香港机场降落了后，煞冲出跑道，栽落海里，过程中也甲一台地轻车落落车顶，2个人死亡。高雄的区外科甲大东病院陆续收起来，机关要求搬点捷运大东站开发案，设立高龄医疗问诊中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0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做伙来关心的，就是即马受到这东北季风甲风城、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是来落大雨，上北市对昨到今已经累积雨量超过300毫米。气象署是提示讲，这上北市宜兰大水雨是会直直落到拜三，无排除来启动大规模激烈大水雨的作业，来增加预报的频率。我们目前预计在局部豪雨的区域，大致上就是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豪雨。那其中在今明2天20、21号，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就是有可能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雨势。可能在22号，宜兰的一个比较剧烈一个降雨还会持续哦，也还是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那我们预估，如果降雨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还持续的话，今天可能是有机会发布较大规模或豪雨的一个加强作业，也提醒大家要持续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气象署是表示讲，这礼拜呢，这北部雨水拢真高，北部宜兰这大水雨是会落到拜三。若拜三拜四呢，受到东北季风甲低压带的影响，新竹以北、宜兰、花莲这大雨也是会继续落。另外呢，嘛因为这落雨的关系，所以中部以北、东部这天气是有较转凉，其他所在早暗也加较凉。另外爱提醒乡亲，这2天这中部以北、东部、恒春半岛也有离岛呢，这风影是真大，建议乡亲唔通挖近海行啊。这2天呢，这各地落大雨，雨势是愈来愈明显，花莲嘛是同款在落雨。虽然讲这中央有讲入口的崩山湖目前是了无危险，也毋过呢，这保台 AI 是看也咧做过来啦，已经提早甲这水尾900多人来疏开安置伫个收容所啊。8月头少甲雨都拢砍起来，根据最新的观测，溪仔水对坝体下边继续流出来。伫太鲁阁堰仔口形成的入雾区崩山湖，中央讲就无有马上危险。现阶段这样评估起来，目前因为它都是流回利雾溪，那对整个利雾溪，包括对下游的聚落并没有相关的这个危险性，大概都这个流量都还在利雾溪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随着风城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这效应，就惊有地震性大雨侵袭花莲，增加崩山湖溢流出来风险。中央讲，尽管将来若是溢流出来形成烂土门的机会无悬，依然伫安全的范围。不过为着小心，提前来撤离下游900多位民众。30分钟就上来了，警察就会赶人哦。当地乡长也解说提醒，19早起开放民众等于厝摕物件，不过为少部落民众，伊都无愿意摕到收容所，家己伫富社村的篮球场、大埔旁来避难。只是当地雨是愈落愈大，经过协调可控了后，出动专车甲人来撤离。宠物不可能放在家里放5天都要饿死吧？进收容所怕收容所那边不方便了。我们有达成一个共识，是只要下雨，他就必须要听从我，因为真的是非常危险，而且生活品质会很差。这阵收容据点包含有亚洲水泥的宿舍，也有秀林国中，有个撤离天数至少是5天。当地村长也继续公布，提醒民众莫停留，赶紧离开。未来天气若较好，两边的岩壁稳定，就来进行工程，解决这个崩山湖的问题。开边道上去把它挖掘，先挖一边，让水溢流出去，然后稳定以后再拐手再转过来，再挖这一边，再过去。崩山湖的飞机无解除，就是继续放起来，管制这路段出入。中央是继续观测风花风台的侵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南高雄超过50栋历史的2间病院，就是区外科甲大东病院呢，陆续伫今年拢收起来。卫生局是证实讲，今年有4间地区的病院停业。有机关是认为讲，这南高雄呢是无高龄医疗相关的门诊，所以要求卫生局来搬点捷运大东站的开发案，争取设立高龄医疗的门诊中心。一家医院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不管是日照，或者是一般的病户，或者是急诊开刀，收到哪一间？
大东啊！在地经营超过50年的大东便机，伫9月底已经收起来。议员这期高雄的老人人口数到今年3月已经超过55万，占总人口数的2成，已经是超过0成7。这伙人的医疗需求、日常照顾爱更加重视。不过南高雄的地区便机煞一间关门，虽望有凤山便机加入医疗服务，不过对这伙人来讲也是无够利便。心脏科啊、外科拢来到中间本年。啊，其他较简单的，才伫凤山病院看。对，啊，你若要门诊哦，就歹挂。民众毋望就近有一个所在通做一摆看守过镜头，市议员林阿静表示，北高雄有高雄整合医疗中心，为什么南高雄无？南北医疗资源无对等，建议卫生局爱好好利用台东捷运站的联开案，结合凤山病院，打造一个方便侪伙人看医生甲日常照顾5、6个场所。遮尔好的所在，比任何一个大病院更较好，更较方便。啊！你即马唔用，要当时用，要当啊检举，甲厝拢卖完去了，你看来找无所在吗？迄是艰苦着老百姓尔。我目前已经争取到是日照跟我们英法族健康俱乐部，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们继续会争取。卫生局强调，除了原地规划121平2楼空间来做日照中心以外，更有增加运动俱乐部，总面积达到206平。未来将会结合边凤山病院，透过医疗甲运动整合的观念，提供时代多元的健康服务。记者郭家祖、赵勇高雄采访报道。再来关心，这顶礼拜5开始呢，合法的咖喱粉已经开始伫各大超市咧卖，也毋过这包装顶头是无写年固定的量，所以才拄卖一工尔就随落市啊。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表示讲，因为这产品的标示是无符合规定，所以先全部回收，等到改善了后，才会当再来卖。便利超商自这个月17开始，会当卖合法的咖喱粉。卫生部长石仲良加国健署长沈正芬，也有地方的卫生局人员，第一天带队到超商稽查，也强调法律禁止卖粉品和也未满20岁青少年。请他特别的落实他店内的这些贩售人员的教育，特别要去强调停、看、问哦，他一定要停下来，要看一下，要问他到底有没有满20岁，甚至可以要求他出示证件。不过合法的咖喱粉因为无依照规定标示尼古丁含量，才上市一天就被下架。卫生部长石仲良讲，相关产品标示无符合规定，依法下架回收，这么已经全部完成。再个重新正确标示了，才会使个采起嚟卖。从各卫生局呢传回来的稽查结果也发现呢，有一些标示呢不符合规定啊，所以呢经过内部的讨论之后，那么确定呢它应该依法那么下架回收，它所有的这个上市规定还是应该要符合烟害防治法跟它的法规的规定，特别是标示上的要清楚。国健署表示，咖喱粉的业者应该照规定标示尼古丁含量。食药署已经研发咖喱粉的尼古丁检测方法，并且传好检测的量能。当时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肯定卫福部第一时间就依法要求所有无标示尼古丁含量的咖喱粉下架，并且赞成应该检验市面上咖喱粉尼古丁的含量，让大众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马这塔位的诈骗嘛，愈来愈侪啊！这是台中呢有一个姓张的民众，伊互人甲拐讲会当帮伊换即个塔位的宽装，结果付2届钱啊，才发现讲这宽装毋是伊家己的。另外，伫咧台南呢有一个姓吴的阿公，伊嘛是互人变讲会当甲倒卖塔位，讲这利润阁真悬，加在落尾，互警方甲伊抓落来。台中一个姓张的民众，原底有连骨塔使用的凭证，不过伊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讲会当甲伊斗3工办宽装转换。这个民众交现金予对方2届，了后去甲连骨塔公司查，才知影宽装根本就毋是伊的。权状是假的，真的假的？真的，为什么？权状上面如果是真的，它有盖钢印，上面没有钢印。以协助转换灵骨塔权状为由诈骗。将犯嫌当场逮捕，并查扣假权状、手机等证物，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续警方甲这个民众合作，顺利抓到这个出面要收现金现金的车手。另外，台南嘛有一个姓吴的阿伯，诈骗集团打电话甲骗讲，会当甲伊倒转卖灵骨塔，利润袂少。
毋过爱提供身份证影印本，佮爱纳税金甲手续费拢总3万9。这个阿伯感觉真奇怪，甲警方问，才去互警方主动落来。对方谎称可协助转售灵骨塔赚钱，要求汇款缴费，警方及时识破并劝阻，成功避免损失。这几年灵骨塔的买卖真普遍，嘛才做诈骗集团利用的目标。警方呼吁民众若要买卖，应该透过合法的管道，嘛要查证，千万唔通黑白相信这个变现啊，嘛唔通去互真悬的利润城去，落入去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款犯罪，这是刑事局呢，因为查到大型非法的机上鸭肉的犯罪集团，因是对中国买这鸭肉，而且伫台湾来成立经销甲技术部门，这分工会当讲是真有。检警是调查要3档，初步估计这个集团已经卖出8000台，市值是有11亿。即马专案是照违反著作权法来提起公诉。电脑前放几台电视鸭肉测试信号监视正常，所有有线电视直播节目、电影、戏剧拢会当收看。刑事局破获大型非法有线电视鸭肉犯罪集团，40岁姓张甲39岁姓陈的主嫌为首等10人名成员，卖超过8000台非法电视鸭肉，不法获利2400万，侵权市值超过11亿。他贩售的数量已经超过了8000台，侵权犯行时间长达3年之久。经过权利人估算，他的侵权市值超过了11亿元。警方表示，犯罪集团分工真有，先为中国管道卖电视鸭肉，佮透过网络黑皮、甲实体店面来卖，也伫面册协助人客解决使用问题。民众买了后，只要装伫指定 App 就会当开始看。集团伫桃园市桃园区设立总公司，也伫台中市西屯区南区、新北市中和区等地点开设实体店面。警方用我3年时间突破断点，前后拢总发动3摆敲锤，才将规个集团专列起来。非法机上盒进来之后会有那个进口的部门嘛，那我们比对相关资料，还有相关的物流资料，还有一些贩卖的讯息之后才逐渐把这个整个犯罪集团的架构厘清了之后，我们才进行搜索。警方先后将专案以涉嫌违反著作权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检方伫今年10月7日提起公诉。检方呼吁非法电视鸭肉，毋但看的品质无好，装无经过安全检证的 App， 也可能加做自安空旁，民众千万毋通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2天也是真热闹，因为韩国团体呢 BLACKPINK 是伫高雄来开演唱会，也毋过所有人伫网络变讲会当来倒买门票，有30个歌迷是钱花过煞摕无到票，目前警方一定抓到嫌犯，依法甲伊送办。拜六暗时，高雄市文主场馆外口有不少的歌迷，这人精心打扮，有人穿好手顶，也有人穿明青的乌粉代表色。只是最后一家人买票却是无到入场。这个韩国有名女团的买将，伫官方网站买无票，伫网络发现一个查甫人讲会使斗3天买票，本来约好入场进前交票，却是一直无看这个查甫人，赶紧报警察。8,000 money， 很多，8,000到2万。哦，有对，2万。5000到2万都有。警方讲，18日演唱会现场外口，接到外籍个人士报案到现场处理，原来是一个4地查甫人讲会使协助买票，爱民将先汇钱予伊，结果伊无照约束提供这个门票，大约有50张。透过网络社群及朋友介绍，声称可以协助购买门票，疑似无法抢购到足够数额的门票，以致现场无法提供给已付款的10余位被害人。警方必要了解这查甫人，初步统计受害民众大约30人，专案依照刑法赔偿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买这个演唱会，也是热门活动的门票，应该去官方卖票管道去买，以免被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台24线是定定有人骑这改装车，而且呢批车搁批真凶，安尼咣咣叫真危险。统计今年到达抓到这超速是有1300多件，也若改车违规的是有650件。为也未讲完，赛过车互民众比讲听无讲话声。台24线是连接屏东县、三地门乡，也有雾台乡主要道路，沿到阿里瀑布这有名景点。假日前后民众骑车、赛车来，不过也出现改装车轰轰叫声音伤大声、车速伤紧的情形，当地民众真困扰。摩托车骑那么快，开那么快，就压车啊，或是那个飙车那个，哇，受不了他们了。开车子下山的时候很恐怖呢。
这拜六，当地警方结合环保局第3地检查所处地改装白云港，也有车体这违规行为，也经由移动测速翕相来处地超速，一天内有16件违规，其中这个违规改装车就有11件。截至目前为止，共计举发超速、无照驾驶、变更车体设备等违规2000余件，受伤交通事故由去年的103件降为今年的67件。警方讲，今年5月起，交通队假日下不时结合监理站，也有环保局稽查，重点伫处地超速，也有改装白云港以及车体变更这代志，也呼吁民众伫台24线出入舞台、佮部落的路段，拢设有限速警示的标志。为了确保用路人甲部落民众安全，应该爱确实遵守这速度限制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的国门，有一只牧羊犬呢，是伫咧桃园机场要托运的时阵煞走出来，伫咧回零机坪安尼弄来弄去，加在呢是无影响到航班。也那机场公司已经要求这地勤甲航空公司来检讨动物托运的停事。原本应该伫运输人内底的边境牧羊犬，竟然伫机场的天气坪一直走。代志发生伫18暗6点外，中华航空 CI132航班。入境下回时，发生旅客托运的边境牧羊犬脱逃的意外。在机场还这样奔跑有点危险，肯定是影响飞安嘛。飞机要起降，然后你有狗在那边跑来跑去，那不太安全吧？机场公司接到通报，第一时间启动野生动物影响机制，调派领导甲各小作业车辆到日走找，继续监控跑道甲周边安全。暗时8点50分，伫机场南边宽场道附近找到狗仔。确认全程无影响航机运作。活生动物基本上因为避免它在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焦虑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最后上飞机，那最早下飞机。然后对于这种事情的发生，除了笼子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第二层的保护？好，看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机制，再去做一些控管。学者表示。机坪作业是高频高噪音环境，可以造成外生动物焦虑甲无安全感，煞来逃脱。机场作业任何一个疏失，拢可能会影响飞安。机场公司也强调，已经是要求航空公司甲地勤单位检讨动物托运安全定数，也要求因伫 SMS 安全管理大会中来改善说明，确保空车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香港的国际机场今仔日透早发生真严重的航空事故。这是一台由杜拜飞来的飞机，伫咧降落了后呢，冲出去跑道煞栽落去海里。有一台地勤车辆嘛，互伊安尼弄落，车顶2个人死亡。另外，伫咧孟加拉首都打卡的机场，这货运区是发生一场大火灾，航班延误6点钟，包括一寡货物等等，初步估计这损失是有10亿的美金。落雷海飞机机头点伫岸边爆发，机尾伫海内，机头下下弄窗，机身凹长，机身微中断开，机尾干呢漏出少少的部分。香港警方指出，代志发生伫20透早4点左右，出代志的班机是RQ 航空编号EK9788波音747飞机，因为降落时阵飞机无法度马上动停，偏离跑道了后落入北边的跑道外海，初步检判伫过程中，中一台地勤服务车弄入海内。差不多40岁查甫司机送医抢救，透早6点外死亡。差不多30岁查甫乘客当场死亡。飞机顶悬4个机组人员无受伤。代志发生了后，机场北边跑道暂时关起来，香港政府相关单位咧调查事故原因。另外，南亚孟加拉上大机场伫咧首都打卡的沙阿贾拉勒国际机场，货运航厦10月下晡2点向向发生大火，乌烟呛甲天边。37个机场消防队甲空军马上去拍火，不过火势伤过猛，机场外6点钟航班起降大乱。国际快捷货物存放区严重烧毁，这所在化学药品仓库也导火。孟加拉是全球第2大服装生产国，纺织品甲服装产品差不多占出口业80%。孟加拉国际航空快捷协会表示，每一个货物拢投保，会做出赔偿，不过进出口受到直接甲间接损失会超过10亿美金。
তো এটা তো আসলে আমাদের মাল তো ছিল অনেক পরিমাণ তো অনেক, কিন্তু সব দিক দিয়ে হিসাব করলে তো আরো অনেক ক্ষতির পরিমাণ তো অনেক করে নাই যে এটা তাড়াতাড়ি এটা শেষ করে, যেটা আমাদের সম্পদ নষ্ট হচ্ছে এটা কেউ নিজের থেকে কেউ দাবি দেয় নাই。这是孟加拉一礼拜来第3场重大火灾事件。14首都打卡一间4层楼合装厂甲隔壁化学仓库大火，16个工人死亡。16吉大港出口加工区一间8层楼生意工厂大火，好佳在无伤亡。公司新闻警员庆平报。另外，伫法国巴黎罗浮宫受珠宝放无去，昨早起有4个贼仔是用吊杆车入去内底偷摕物件，这前后后加起来是敢若几分钟的时间尔，就甲拿破仑时期9件珠宝拢甲摕去，过程哪像是拍电影同款。即马法国警方是当咧抓人，也那罗浮宫也暂时关门。吊车还阁停伫咧罗浮宫的外口，贼仔就是利用这台吊车入去收藏法国皇冠珠宝的阿波罗灯笼。巴黎检方讲，贼仔犯案时间无到10分钟，计划详细骹手溜掠。Camion nacelle était quelque chose qui a fait partie de leur organisation. Et donc, à l'heure actuelle, des éléments dont nous disposons, dont les enquêteurs disposent, nous avons sur les lieux 4 malfaiteurs qui agissent, 2 qui arrivent, l'un au volant de cette nacelle, l'autre en qualité de passager, et 2 autres malfaiteurs qui précèdent et suivent. 警方证实2个电视桌被破坏，9件文物被偷摕，好加在拿破仑3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贼仔逃走时阵，6个讲话，不过也去靠着伤，因为案件发生时阵，罗浮宫都开关无到半点钟，所以疏散现场的游客。I can't really tell how often it happens, but when it happens, it's like only happens in books. It's like a common topic in books and movies. Like the Louvre was robbed. Peut-être c'est le pain qui a volé. Ah bon? Le pain, pourquoi pas? Il faut demander à Le Pen, c'était lui ou le pain. 现场有封锁线，武装警察伫咧附近警戒，几多百位游客被迫离场。官方宣布暂时收管，保存现场。巴黎德鲁奥拍卖行负责人讲，这款珠宝太有名了，可能真歹卖，有可能会被贴做金属加宝石的零件来卖。因为犯案时间只敢若几分钟，法国文化部长达迪讲，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犯罪行动。Immédiatement, quelques minutes après avoir eu l'information de ce vol, et pour tout vous dire, cette opération a duré presque 4 minutes. Ça a été très rapide. Il faut quand même dire que ce sont des professionnels. 罗浮宫进前捌伫1911年发生蒙娜丽莎被偷摕案件，即马又搁发生偷摕案。法国政府讲会全面检讨国家文物的安全，防止历史珍宝搁再成做犯罪目标。警方目前锁定并且通缉4个男性的嫌犯，因为这件案件现场离巴黎警察总部只敢若800公尺，也引起大家对博物馆安全机制质疑。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来看咱国内即马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是安尼加价做伙互相作用，北部甲东北部这大雨是直直落。气象署针对北北基桃等7个县市来发布大水雨的特报，提醒民众伫拜山进前拢着爱注意。另外，这基隆河的水头呢，水位是直直安尼起，即马已经启动下水。气象署预计下晡3点半会开记者会来说明。雨水速度来伫台北市的正大校园，因为大水河淹水，校园的路正做小河，学生艰难撩水行回宿舍。因为还佫一个住伫新北市中湖区兴南路一段的网友，伫社群媒体表示，厝内底1楼淹水已经淹到骹棒，实在有够罕苦。因为台北市大东区长吉街8月早起传出路树，好像未堪哩连一大雨倒落去，高底还一台停伫路边的车，好佳在无情愿伤亡。气象署表示，受风程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烈影响，北部甲东半部落雨较明显，其中新北、石碇啊落雨上济，累计雨量超过338毫米。从昨天累积到目前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出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这2个地方那最多是在新北市石碇区，已经累积到338.5毫米那台北市部分地方像南港也是有来到300毫米以上的降雨气象署早起发布大水雨特报，为8月到8日暗时，针对台北市发布超大水雨警戒；基隆北海岸、新北甲桃园市发布大水雨警戒；新竹县、南势甲绿岛市发布大雨警戒。气象专家提醒，到拜山之前，爱细致摄取雨量造成的灾害。这种雨通
会有自灾，至少这个摊方落石土石流这个在山区的地方都很容易发生。那在平地的话，这个排水比较差的地方，偶尔就会有积水的现象。因为基塘河水头水位一直涨起来，完山组拜日透早1点45分已经启动今年第一摆分洪，气象署也提中到12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者是较剧的大水护事件加强作业。下晡3点半会举行记者会来说明，佮提醒民众拜山进前爱注意沿时强港河加强巡防，各个所在爱设置积饮水山区爱严防防拦，落石土石流加溪水暴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伫花莲来关心这光复乡重灾区佛祖街呢，即马是继续咧摒扫。居民表示讲，就算讲即几工这雨落无介大，也毋过也是有出现淹水的状况。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是表示讲，后一个阶段复原的工作是会来建议伫光复乡来设抽水站，也是扣水池，同时也来评估看这徛街敢要做闸水门。这里是花莲光复乡佛祖街，目前现场没有下雨，可以看到怪手正在清淤，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力拼复原重建。花莲光复乡因看到山丘车甲大型基构建筑，复原工作一直咧进行，尤其是重灾区佛祖街，小山鸟也伫居民出门口斗相共清理。不过若遇到落雨，依然互居民唔敢待去。如果这一场大雨一来的话，我像光复应该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灾难在这。同款是佛祖街另外一方面是怪手伫后边，乌墩色的山头就是要协助清理。不过居民表示，虽然这几天雨势无大，不过伫徛街边依然出现部分的积水。因为下的雨不是那么大，就开始淹水了，对吧？刚好今天有那个怪手来，他就把我们就是说先挖一个可以排水的。中央在海险面中心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目前伫花莲光复乡的中间工程，佛祖街是上互伊袂放心，因为目前排水也未看风水部，都惊雨势落来，水会流到上溪所在。目前咧建议是不是设抽水站或者是地洪池？要请这个县府这个地方还有乡公所，将来要朝这个滞洪池的方式来做处理，让这个市区里面的这个淹水的状况可以先进到这个滞洪池。除了地洪池，桂连成指出，也来考虑伫民众徛街头前做防水门，中央的部分补助，不过依然爱看居民意愿才会做。记者综合报道。这国安议题的确是需要社会来重视的。内政部呢是来提出7大措施，加强情报的收集，也佮有警卫的部署。国安局也来建立这个暴力分子的资料库，要来加强立管。另外，这立委呢是来关注政治人物受到监控的问题。也那警政署长张英兴伊是回应讲，这种行为真不可取。这几年，境外敌对势力对台湾渗透的手法是愈来愈多元化，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自111年侦查41件，到113年已经有160件，起诉人数也自111年28人增加到113年170人。民进党立委黄国昌问讲，有海外资金帮助的媒体、群众监控国家的政要人士，是不是爱查？你要去看这个纸上公司的背后，是不是有中共啊？有没有中资啊？有没有港资啊？是不是红色的力量把钱灌进去啊？是不是有没有牵涉到这一些的中资、港资的这种状况？那如果说有报案的力量，我们就会立案来查。中共这群用复合式渗透，内政部怎么实施7大措施，加强警所加警卫部署，亲像是3级以上机关首长的警卫就要特殊查核，强化首长的维安。国安局为了要强化总统维安，也建立针对政治极端主义，一个特定不班群体内面有暴力倾向行为的资料库，强化立管甲轰炸。要立委问警政署，对这群大家伫咧讨论的群众翕相行为，是毋是有相关的作为？黄明昭署长有被跟呐，多少首长有被跟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行为，我觉得全国的民众都应该会唾弃这一种。这个无目标式的这种跟监。警政署长张英兴讲，中央部会首长若是有报案，会启动标准机制，并且加强警卫的训练。亲像省长伫咧上路车时阵，一个车伫咧驶时阵，后壁是毋是有车伫咧地，即时发现即时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呢去立法院质询，伊强调这施政的重点就是地方的发展，就爱边帮，也阁有 AI 新十大建设。伊也讲目前这经济部10公主的开发计划有可能就点在高雄。另外，针对着这关税，敢有可能造成产业甲人才安尼流出去？叶俊显表示讲，目前无这款的现象。将被学者身份兼任中经院长，甲中经院经济所研究员叶俊显接任国发会主委了后，头一摆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接受质询。国际上面的机构对于台湾经济成长的预估最高也有到5.1，那这个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所预估出来的。成长的模式来看的话，会比较倾向就是说动能会持续，但我们会稳步的向前。叶俊显强调，目前2大施政方针分别是统筹推展5大县内产业，甲协调推动 AI 新10大建设。后者的目标是伫2040年创造15兆以上的产值，甲50万的高薪就业机会。立委是关心，敢会当导入地方的发展。那经济部原则上来讲，会倾向就是说。在矽光子这个部分的开发，可能会在高雄这个部分。哦，那非常好。定就是说，沙仑是新建的 AI 算力中心，但这个部分在高雄这个部分，我们再跟那个国科会再商量一下。国发会强调，落实均衡台湾，规划6大区域产业加生活圈，包括800几期的首都黄金农地、土地表、大峡谷都会做全盘规划。不过，各界也关注美国对顶关税可能造成产业经济外移，把整个供应链都带去了。这个部分跟委员分享，就是说这一次的方式跟以往，就是说我们在全球化，就是1980年代一直到2020年代这一段期间全球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就整个产业链是复制过去的。而不是说整个切。对于美国石安银行甲西部联盟银行爆发信贷危机，市场也烦恼 AI 消破风险。叶俊显是强调，目前观察 AI 发展甲当初网络消破完全无同，会当透过市场机制平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海军的幕僚机构大气海洋局现任的上校局长呢，是互人逼空讲有违法收集汉光机密，也有预算报较悬等等的状况。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这海军即马正咧进行相关的调查。也若国造的畅水南海军号有可能袂当伫咧11月来交船。郭立雄是表示讲，这台船若准违约，一天会甲罚19万。先请海军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希望他们本于无枉无纵的这个精神，迅速的完成行政调查。对收集海洋甲气象资料，海军幕僚機構大氣海洋局局長謝林上校被驗出違法收集漢光機密副部副船長，國防部長郭立雄表示已經在調查。另外，還有可能無法度如期在11月交艦的海軍號。郭立雄透露，台船若違約，會每工開罰19萬。每日計劃，應該是我的理解，應該是19萬。有上限。就是建造款的20%，将近40億。民進黨議會質疑當初國南構造拜登5年外交艦的時間是不是太過樂觀？郭立雄承認無考慮咱的國情，諜造裝裝備遇到困難才延前。二次研制的話，以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的話，大概都要耗時7年到甚至有高達16年。我們怎麼會有勇氣？就是5年多我們就要交建了。建造的時程的安排上面沒有去理解現實上面，事實上會面臨很多困難，尤其是我們的國情所面臨的一些裝備上的籌獲啦，或者是一些原廠機械人員來安排啊。是不是卡車的？或者甚至是巴士並聯用在戰車上面，這是什麼樣的主機？是潛艦用的嗎？是船艦用的嗎？這個是船艦用的主機。當初是因為這個輸出許可的問題，我們沒辦法獲得比較大功率的主機，所以才會用數量比較多的功率比較小的主機。郭立雄強調，這個相關技術無問題，需要給一寡時間來調整，有有信心。另外，國防部的報告當中指出，目前已用3擺鋪航測器，為後續佔航測器安全。這賣重點是測驗主機甲電力管理系統，也有整合式載台管理系統，希望加速完成相關的整備。記者綜合報道。
这辉达公司呢是有意思要伫北树科的 T17甲18来设台湾的总部，也毋过即马煞因为成功人寿地上权的争议，互冻点去。即马成功呢这边是希望讲甲辉达来敲切，也若市政府是表示讲辉达应该着爱甲市政府来联络一着。另外，即马佫传出台北市政府其实有另外一块土地会当提供互辉达公司，也若市政府是无愿意加讲的。 辉达本来想要伫台北市北树科的 T17、T18基地设台湾总部，不过因为这两块地即卖地上权是成功人寿，台北市府间新售即卖条件也阁讲袂好势。传讲新售已经甲市府谈达愿意协议解约，希望市府会当支持新售甲辉达直接谈，强调袂替市府甲纳税人一仙钱。辉达根本不可能直接把钱汇给新售一个标的物。 他不可能付给这一个新售一笔钱，又跟市政府签呢，又要付给市政府一笔钱，这个在辉达大概有它的困难。李四川讲，即马是也未收到新售的回函，但是头前的 MOU 正清楚，辉达希望对高单位是市府，由市府收回土地，新售解约的条件只要保护市府，用第三方的律师公会或者是国家师公会审查鉴定了后，那合理就会保护议会，那进行了顺利就让解决问题。但是也强调有其他的备案，真全了解辉达留伫咧台北市。当然，其余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也都会做准备。 那容我大概这个稍微保密一下，我们选择的地绝对会跟比 T17、18加起来大。台北市政府进前讲，辉达所提出的时限是10月24，若是到24新售拢无提出条件，市府就会建立备案停书，提供 T17、18以外土地予辉达境，像 T12甲上南营区拢是备案之一。记者综合报道。 伫即个社会上，其实有一寡弱势家庭的囡仔呢，因是从来毋捌坐过高铁。嘉义市中华专联教育协会呢，是找加高铁的嘉义站，做伙替40个弱势家庭的成员来安排台湾高铁探索的旅程，互因嘛会当有机会来体验这款交通工具。头摆来到模拟控制高铁的车厢，来参观的学生囡仔对每一项设备拢足好奇。 会当伫课本之外来入捌高铁，对因遮弱势家庭的囡仔来讲，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体验。高铁时速每小时300公里，而且那个隧道是斜的，是因为它会有那个气压，然后就会蹦一个金左线。有够好诶！记2张哦，我足欢喜诶。中华专联教育协会表示，因照顾的学生当中，嘛有囡仔毋知影高铁是啥物，甲台铁有啥物无共等等的问题，无法度来完成学校的功课。 所以协会才配合嘉义市二小社区支持的服务计划，要带家长甲囡仔来进行高铁的游学课程。在课堂上知道有高铁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实际踏出过高铁。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像是有关于我们车站啊，就是相关的介绍，好，然后还有就是城乡方面的一些课程。 高铁除了提供40位家长甲囡仔家己到桃园的来回车票以外，佫伫桃园来安排高铁探索馆的课程，透过导览甲当地的互动设备，才会囡仔用实际体验，毋若感受课本内底教的物件，嘛，互因达成坐高铁旅行的愿望。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 为着要来服务这厝内底有幼囡仔的家庭，南投县是来成立第一间定点的临时托育中心，昨正式来启用啊！这收费呢是比较算点钟的基本工资，有袂少家长拢真肯定。不过，伊嘛认为讲，因为着爱提早来注文，若阵真正临时有代志，安尼是无一定用会到的，所以建议会当增加春秋的空间。 南投县政府开8外万改造妇幼馆的空间，成立定点的临时托育中心，请合格托育人员协助临时有代志，也是短时间无法度顾囝的家长有所在寄。其实，这个临时托育的服务，伫正式启用之前已经试办要1年，但效果无啥好，要1年来服务的人次无到100人。 这款的服务我感觉是真大心啦，若是会使有搁较侪保姆，或者是搁较侪地点，有这种服务，阮会感觉搁较好。我会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我爱加班的时间，希望是较后壁，就是可能4点后壁的时间。
官府表示，临时托育中心提供拜1到拜5早起9点到下晡4点的时段，家长爱先打电话，也是线顶注文，会当到照顾6个月到3岁以下囡仔。同一个时段上侪收4个细汉囡仔。家长虽然普遍拢肯定这项服务，但也建议爱加一寡春秋的空间，因为若是常常有代志，也是超过下晡4点，拢无法度使用。咱有一个南投县育儿资源网缅定就可以预约啊那另外你嘛会当打电话予这个承办单位南投县府指出，临时托育中心在试营运期间使用率无悬，县府会加强宣传，未来也规划第3年内，在草屯第3部里成立临时托育中心，先增加服务据点，才会豆豆来检讨服务时间甲预约的方式。县府嘛讲会和承包业者来研究看卖。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有民间团体表示讲，参加建教合作的学生呢，这内底其实是有上千人，因的工时是超过12点钟的。也毋过教育部说讲，伫2020年到2024年这当中，无学校嘛无机关违法互人罚钱去。毋过这教育部伫报告内底呢，讲迄是学生咧写问卷的时阵写毋对去，引起真大的批评。参加建教合作的学生，伫咧毕业之前就学会晓扫太阳能板、检查配线的工课。建教合作一直是结合学校教育甲工课场的教育模式，但是学生伫咧工课场敢有保障，一直受到关心。第4届国家审查报告就要开始审查，教育部伫咧报告内底写着。2020年到2024年，并无建教合作的机构和学校违规，互人罚钱。毋过民团批评报告内面明明就有9000位的学生，工时超过12点钟。建教专法内底有规定讲，建教生的训练时间袂使离个透早6点进前，佮有暗时的10点以后。毋过咱看到这内底的数据拢有出现着建教生有出现这种的状况，特别是超生的这个部分伊的状况是更加严重。另外，民团也指出，政府在2021年就法律规定，申请心理假是袂当靠生活津贴的。毋过2024年，佫有5派学生互人扣钱，而且佫有14派毋知影会当请心理假这件代志，显示学校、政府的宣传拢无够。足侪学生唔知影会当请即个生理假，那佫有足侪学生无请过，是毋是因唔知影，还是唔敢请？即个代志是，我感觉国教署是要佫较认真去做即个代志。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目前全台建教生9万人，其中侨生有7000多人，人数是侪过台湾的学生。教育部的报告内底讲，针对工时超过，教育部去关心了后，发现讲是侨生因为语言的关系填唔对去。毋过民间团体认为，侨生的保障比台湾的学生佫较差，因呼吁政府未来若是要进行调查，莫用问卷的方式，应该是实际参访去了解。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中这礼拜到啊，这屏东县府呢是宣布，对后个月开始，敬老卡甲博爱卡这补助的点数会升级，而且呢会使坐佫较侪交通工具，亲像敬老博爱客灵车，也有航空巴士，甚至是国道客运等等，互时代出门会当加较利便。我的卡最强！哇，阿公，那你的是什么卡？我就是敬老卡。阿公提出敬老卡、教爷孙仔的卡片，屏东县推设友善交通佮升级。11月初一起，敬老卡和博爱卡逐个月补助点数，对原本500点加到1000点。只要满65岁，也是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民众，早卡到乡镇市公所过卡，点数就会调整到1000点，互民众会当坐较侪抓。门诊完出来，那个时间会有点袂合。惊赶袂到，赶袂到的是，阮是不是得坐副巴？安尼是较方便啦。多的点数那可以啊，很好啊。想要出门就不好意思麻烦家人，那现在有了这么多福利，
然后博爱卡，然后还有富康巴士，让我们觉得出门不再困难。原本敬老卡和博爱卡会使坐县内公车、小黄公车、火车和 U-Bike 等等，即摆县府阁加入计程车、护康巴士，阁有国道客运的交通方式，互长辈看医生、出门佚佗阁较便利。使用博爱卡的朋友，以前是不能够扣点的，现在我们的富康巴士也都能够扣点哈，那也来确保保障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福利跟权益。县府表示，屏东县目前摕敬老卡10万人，博爱卡6万外人，使用率大约3成。即摆补助加倍了后，每个月预估会超过10万摆的使用。县府讲，未来会继续提升敬老甲博爱卡的功能，来提升长辈的活力。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看新北捷运三明线呢，目前是正在进行全线全系统的整合测试，预计明年3月就会当通车。未来这三明地区去到台北市中心来回会当减20分钟。捷运三明线起点顶埔站已经特别起好，准备按验票的闸门。甲板南线的顶埔站是接触伙，为了营养尖峰时段班车，两站之间有8基直头的电楼梯。板南线的出口，直接以直通电扶梯到3楼的3义线月台，这样的情形，时间就缩短到1分51秒。三明线有14.29公里长，有12个车头，经过土城，行过国道3号了后入去三甲，是无人驾驶中运量的系统。目前全线29台列车拢已经全部到位，规个系统正在测试当中，测试包括营运的速度。坐台列车高密度、距离的控制，列车停伫个月台位置的控制等等。目前工程的进度是95%，完工了后会报中央检查，若顺利通过，按算2026年3月会通车。三甲、永高等等观光的景点，交通会变较方便。履勘预计在明年初，如果履勘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来通车。到那个台北大学城那边，就是人比上公车的比较多，所以就差很多。带动交通啊、繁荣啊，还有人潮起来，还有前潮啊。有在地民众讲，目前三甲往回台北行高速公路的公车，因为要坐车的人真多，尖峰时段清在无够通坐。希望捷运通车了后，通勤会更较利便。估计三明地区到台北市中心往回时间会当省2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这供电棒的设置甲兴建的是引起社会真大的讨论。环境部长彭启明是强调讲，有设水面型供电的国家其实拢无进行环评，也若咱台湾会来定出相关的标准，希望伫年底之前，这相关的规定就会当出来。进前，但那些风台侵蚀造成几下的供电棒互破坏、弹条，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环境部长彭启明到立法院，针对供电棒案场的环评机制备询，两位继续提出质疑，希望部长讲予清楚明白。请教部长，您回头想，您是否认为过去光电产业的这个发展排除了环境部的这个角色？如果任何的国家的开发，能够都有环境的意见，对我们保护我们国土是有用的。彭启明强调，希望伫年底进前透过科学讨论，佮收集各方意见，提出水面型供电案场需要做环评的标准。也可以提出来台湾自己的水面型光电的多大面积的环评，所以目前我们是朝向我们开放的态度，也希望可以列在我们的未来环评的这个细项的规则里面。国际也有没有把它列为应办环评的事项，或仅针对一定规模以上的光电设施，采用相对密度低的管制措施。另外，对乌山头水库供电棒清洗引起讨论，彭启明也搁一摆表示，经过检测，水库水质无异状。水库的水到达这个净水厂，因为我们的喝的水是经过净水厂才到我们身上。那其实我们量过这几个之后，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异状。彭启明强调，目前全台大约有3至4座水库设置水面型供电，环境部会密切监控水质，也会甲农业部、经济部讨论相关的规定。农业部也会制定供电棒清洗的管制标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赛昨暗是第2战，这乐天桃园是以2-1拍赢中信兄弟。目前这总冠军赛呢，乐天是2-0领先。看这个盘势，这乐天摕冠军的几率有影是真悬。但林立对李伯登来讲会是比较头痛的打者。
这一棒打左半边，左中外野方向飞球，这个球过了。这开球就攻出杨春炮，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史上第一球第一个打席就攻轰让的第二人，前一场3-0完封抢胜。乐天桃园伫咧客场搁再出战，第一球就先提分，到第7球顶半球一个人出球完瑞，今嘛要讲的是挑战赛表现正赞的林子伟。林子伟打成一个软弱滚地球，要考验一下姜昆宇传2垒，1垒这边没有机会了。那这个滚地球带有1分打点。乐天得到2-0领先，因那中信兄弟今年总冠军赛前2战打球拢无发挥，8连续15球拢无提分。一直到这场的第7球下半球，高启宏攻出2垒安打上垒，对方球果投偏去才顺利提分。哇，那这样子的话要得分了。结果是用这种方式来中断连续没有得分的记录。中信兄弟总算摕到分数了，第8球下半球搁再反攻，无人出球完瑞，机会正好，不过正可惜拢差一丝仔无摕到分数。乐天桃园先发投手魏能智，这场比赛表现正赞，到7局用94球，这个人被讲出3支安打61分，桃园队2-1摕到2连胜，摕到胜投加单场 MVP。直球 high fastball。根据历史资料，总冠军赛史上前18遍出现2-0领先的球队，上面有16遍摕到总冠军，机会是有到88.9%。这个人2遍0胜2败的球队，上面逆转摕冠军，包括1997年魏全龙，甲2016年的一来西牛。所以中信兄弟要摕冠军的机会，这个人11.1%。记者综合报道。要拿下晡半的天气，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26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27度。那外岛地区22度到3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